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2月16日，上帝的指纹恩惠。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7章5到7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诗篇23篇6节。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恩惠 Grace 是神给人的一件不付代价、不劳而获、不配接受的礼物 Gift。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白白得来呢？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也是无法付出任何代价而我们就得到呢？有时候人很难想象，我们这般的人，我们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境遇呢？那么人在我们身上就会说，哇，这是你们的上帝的指纹在你们身上，因为你们竟然有这么多好康的事啊！对呀，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来到了如果真的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会觉得说，怎么这种事情会有可能发生呢？因为才短短的从这几章当中，我们看到这整个历史的变化竟然这么大。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很傲慢的哈曼，他可以因为一个人末底改不理他，不向他跪拜，而他就想要把他的民族犹太民族给灭绝。而这么有权势的人，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谁能够撂倒他呢？很奇妙，对不对？一个没有读什么书以斯帖的一个可以说是弱女子，怎么样是透过上帝这个看不见的双手，甚至在他身上，在这整件事情上面却能够找到上帝的指纹，在他身上有智慧，当然是先从有机会开始。而这个智慧呢，怎么样能够说出来，也不见得能够成就。那么能够成就这个，不只是智慧，其实是需要恩惠的，是这一位神他愿意来成就。我们持续来看今天的经文，亚哈随鲁王呢就问王后以斯帖从昨天里面这个王后就说了，请你救我，而且不只是救我，如果你这么爱我的话用现代的话来讲，你如果真的我这么蒙你喜爱的话，你可不可以救我你可不可以救我的民族而且你救我的话，其实对广你是有好处的嘞，因为你不救我们，你的损失可是很大的耶。哇，那王不得了了一听王后说他们要被灭绝所以这个王后其实是很聪明，他把亚哈随鲁王跟这个哈曼等于是区隔起来虽然亚哈随鲁王他其实也是这个整个犯罪结构里面，因为是他盖章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但这个以斯帖他很有智慧把这个跟哈曼跟亚哈随鲁王他们的关系是隔开，他用被动说我们要被杀了把亚哈随鲁王这个责任给撇开了持续亚哈随鲁王他就追问今天说，谁敢做这种事？这个人在哪里？以斯帖就回答说，迫害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哇，这哈曼在王后面前顿时惊惶失措我们就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王其实哈曼很知道这个王他其实是一个起伏心情很大的人他定义要加罪于谁的时候，谁都救不了他，所以他很惊慌失措。王呢
非常的愤怒的站起来，离开酒席到外面花园去冷静一下哈。那么哈曼看出王决心要为这事惩罚他，他就留下来求王后以斯帖饶他的命。我们看到今天3节当中，这个亚哈水鲁王生气了啊！我们也看到哈曼在这里惊慌失措了，也就是在这个当中，如果没有神恩惠白白的恩典在这当中，即便王后再怎么有智慧，其实都没有办法，因为王后在这里其实是她的位分如果没有神与她同在恩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整个的结构不是一个王后一个人是可以唠叨的，没有办法的。因为亚哈水鲁王他是一个任意而行的暴君，他的个性呢，他其实哈曼是很清楚，当然呢王后也很清楚了。他在这边今天他暴怒了，因为以斯帖他的策略就是先激怒亚哈水鲁王，然后指出仇敌是谁。我们有没有觉得这种的策略很像在哪里呢？就是拿单他觐见大卫的做法在撒母耳记下12章5到7节他先激将就是这个大卫他犯奸淫的时候，拿单就是用这个方式他2次以斯帖2次要王带哈曼来赴宴，亚哈水鲁王不但非常好奇，恐怕已经有些不耐烦如今听到有人要害王后他当然是生气。那么当以斯帖指认哈曼是元凶之后，王这个时候顿悟了，哈曼要灭尽的民族竟然包括他的王后，他发现他自己被耍了被哈曼给愚弄了，要他发谕旨，而且公报私仇，完全对王是没有益处的。因此呢，这王呢他需要冷静一下，所以他就清理一下他的思路，他先出去，因为他想一想这整件事情来龙去脉，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哈曼的计谋是经过王的批准，这已经无法改变。那么以什么罪名来惩罚哈曼，而自己又可以脱去这个关系？其实王他也很聪明他自己也是犯这个结构性的犯罪共犯但这同时哈曼对王后突然指认，他也是很惊慌失措好吗？他本来以为可以瞒上欺下的做贼心虚，在这件事情他要愚弄亚哈水鲁王，但今天东窗事发了，王后把整件事情公诸于世。这个时候亚哈水鲁王就是法官哈曼见到王大怒，凭他对王的了解，很不难判断王必会加罪于他，所以他吓坏了。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因为我们看到哈曼接下来他就留着没有跟王出去，因为他觉得他要做最后的求王后来饶了他的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整个事情的曲折，我们只能说神的恩惠，神白白的赐给他所爱的子民，就像诗篇23篇所说，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上帝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已经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我们被饶恕，我们被释放，因着上主的怜悯慈爱恩惠，我们领受永生的生命，丰盛的应许，我们都是白白得来，不是吗？那么我们要白白舍去将我们所有的，我们应该分享出去，好不好？我们来默想，恩惠是我们白白得来，我们也当白白舍去。今天我们决定如何分享出去呢？我们从神所领受一切的丰盛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我们好像看似一无所有，但我们细细感恩的心来想，我们真的一无所缺，甚至有很多事情，很多的东西本不该我们所拥有，因为我们根本没付任何的代价，我们是不劳而获，我们其实不配接受这些礼物，但主，你竟然爱我们，你要我们领受之后给出去，恳求你帮助我们仰望主你的恩惠恩典，我们学你的样式，让我们也将你的恩惠分享出去。主，你的指纹在这世上许多的地方都可以发现，尤其那些受苦需要福音人的身上。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活出主的恩惠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将恩惠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位需要福音的人。我们明天见。